我参加这个活动之前，因为我小怕跟不上学校进度，所以放学就要赶着去补习班写考卷，或者像是认真读书啊，要请教老师一大堆东西，然后也浪费了家里很多金钱，还有自己本身的时间，然后让自己也很有压力，然后很累。然后自从知道这个资源之后，也把它推广给其他偏乡的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同学，让他们在家也可以自由的上网，然后读书，让他们不用家里那么多负担，然后觉得这非常有意义，他们可以多加利用这个资源。